大家好，我是腿姐，我又来说真话了哈。那么下面这句话呢，可能又要扎很多人的心了。什么话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资金优势，没有信息优势，想在股市里赚很多钱，我劝你不要再做春秋大梦了，很扎心啊。但是说的是实话。好，那么回归今天的正题啊，9月份我最看好的两条主线啊，第一个中字头的，我不管你是在女神池还是在视频里哈，我都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挖一挖这个逻辑。第一个哈，我们都知道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但是由于疫情的冲击呢，国内的居民收入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导致大家的消费意愿降低了，所以在 A 股里面不少的消费板块里面的大牛股都出现了回调。我有个朋友昨天还特意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聊说，跑错了赛道头发都掉了好多，就是买了消费板块的，很多的消费斑马股已经腰斩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消费低迷抑制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出口方面呢，又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不确定性很大。那么这样来看呢，拉动经济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投资。那么关于投资这一块，预计后续财政政策会陆续加码，基建投资的这个抑制的态势呢会有所修复。那基建投资加码，谁最受益？当然是中字头的股票，对不对？因为有不少的企业都属于工程建设板块。再来说第二点，以中国电建为首的这个中字头的股票，最近几年都处于一个回调的状态。中国电建呢，从2015年涨到19.4毛2之后股价长时间都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直到近期呢才有所反弹咱们再看中字头股票的估值近1年的市盈率都不到10倍市净率仅1.04倍。整体的估值是偏低的。那么这几年呢，消费、科技、医疗都是轮番大涨，而中字头的股票呢却一直是滞涨的状态已经有了这个超跌补涨的需求。那么最近呢，中国交建、中国铁建这些公司涨幅也超过了20%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醒一醒了那么第三个呢，就像我上个视频说的，大国制造离不开这些大项离不开这些顶梁柱咱们要相信国运。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板块目前呢还是一个底部反转的形态你愿意高位接盘还是底部潜伏，对不对？在底部进场你顶多不赚，但是很多的高位股没有逻辑，没有业绩纯杀猪盘，你敢进吗？第五个很多人说中字头的，那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5-6千亿市值的几百个、几千个丢进去都不会冒泡，那咱们就找1000亿市值左右的找市值低一点的。我前天提醒了大家中字头的，女神池也提醒了大家那么昨天呢，中国电建又涨停了，7月份呢它还只有4块多现在已经是8块多了，短短2个月时间就翻倍了。中字头里面是不是也能出牛股，对不对？好，如果还不知道女神池在哪的，一定要记得去我们经常聊天的那里进入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里面去搜索腿姐侃财经，记得这5个字，腿姐侃财经就可以关注到。好，那么刚刚讲的呢是这个第一条主线，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比较看好的呢就是军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比较避讳来讲军工因为这个板块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这一块因为涉及到国家的一个军用设备以及一些国防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敏感，而且一般的人可能讲也讲不出个什么门道出来，因为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太深入了所以我今天也浅显的讲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比方说我跟谁关系不好了，我要去跟谁干一架，那我是不是不会赤手空拳，我得有武器，对不对？那么对于国家层面，那就需要采购军用设备。大家看到最近各种军事演习也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军工的。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军工板块好，是因为军工是国家的你给国家做事，还怕国家会不给钱吗？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马上要4季度了马上要对明年的军费进行预算了。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明年的军费大概率是要增加了。
军费增加是不是会给企业更稳定的订单和业绩啊？对不对？第4点呢，给大家提示一点啊，不是荐股。航发动力这只股票有2000家机构去进行了调研，这在资本市场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证明也是有很多的机构开始盯着这个板块了。好，以上呢是我给大家分享的2条主线的逻辑一点浅见。如果大家觉得讲的还有点道理的话呢，用你的发财的小手给咱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好，那么有关于其他的板块逻辑呢，大家记得去关注女神池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下期视频再聊。